一般水平嘅銷售人員咧，佢哋會好中意去強調一啲產品嘅嘢嘅。但係一個真正頂級嘅銷售人員，即係 top sales 級別嘅銷售人員咧，佢係要理解人性。咁好啦，下一個問題就係咁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對人性嘅了解掌握多啲咧？當你做客嘅時候，你多啲問下自己點解呢個人 sell 到你？佢一定係做啱咗啲嘢㗎，係咪？你反問下自己啊，其實頭先佢做咗啲乜嘢嘢令我會買咧？佢講咗句咩説話咧？佢個態度係點咧？感受俾我係點樣樣咧？你問翻你自己呢啲嘢嘅話咧，其實你跟住做翻佢做過啱過嘅嘢，咁就得㗎啦。同樣地，如果有一個 sales sell 唔到你嘢，嗰啲嘢你唔做，又或者做佢嘅相反咧，哇佢黑口黑面嘅，咁你知道我要笑多啲。OK， 其實銷售真係可以唔使學嘅。如果你每一次做客嘅時候，你抽翻個身出嚟，諗翻自己究竟嗰次點解買或者點解唔買咧？你將嗰啲嘢擺翻喺你日常工作上面，你就 top sales 嚟㗎啦。關注我做 Top Sales。